献就家己做外事，特别咱是修圣善时，搁一遍会当来入志，咱嘛愿意献就咱本身来做外事，来纪念主的疼，甲伊保持咱的性命教育。这是第二方面，我要甲咱分享的。第二方面，来讲起圣餐，第二方面是讲，耶稣用伊的血另外定新的约。这约要互人甲上帝建立一个用疼做基础的新的关系，是啊，彼此相疼，用疼做基础。一句话中间，你要遵守律法，总是一个新的约的是通过耶稣基督伊本身献就伊的本身，牺牲伊家己来赎回咱。真要紧，就是咱爱建立用疼做基础这款关系中间。耶稣佫提起杯一下祝谢，然后传到这学生因啉来啉。耶稣讲，这是我用我的血所流的心血，是为做人流出，是为做人表予所有人所流。马太福音书26章18节有增加了，讲起互罪得到赦免。我所流的血，要互所有的人类的罪得到赦免。这是马太福音书26章18节有增加了，互罪来得到赦免。路加福音书22章20节，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流的新约。耶稣用杯来比喻做新的约。自旧约时代，根据约这观念，牛羊所流的血是耶和华上帝甲人立约的凭据。在最后的晚餐内面，耶稣却主动来献上伊本身，用家己的血甲门徒之下来立约，甲所有跟对伊的人来立约。这血真做新的约的一个凭据。请向心外。耶稣用杯来比喻做新约，到底有啥物意义？这约是犹太人的宗教顶面是常常去用的字。宗教的时阵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建立一个约的关系。这约那亲像一种安排仪格的一种的关系。旧约的约是出来入去。24章第30到第8节所建立的，吼，咱来看出来24章第30到第8节，有只讲所立的这约，约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以色列百姓遵守上帝所赐的律法。如果以色列百姓无遵守律法的时，这约就马上被破坏，而且上帝甲因的关系随时就只断绝。整个关系拢是徛伫律法甲人的遵守律法，上帝就是一个审判者。佮因为将来无有人完全的当来遵守上帝所定的律法，所以以色列百姓并我倒来只来执行这款守约的责任，因处置这款法度来履行上帝所立的约，这款的困境的中间。总是是新约的时代，耶稣讲，这是我所立约的血，我将新的改善的新的约赐予恁。这约是互人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伊无搁做瓦靠律法做基础，是完全瓦靠着耶稣所流出的血来成就所立的新的约。换一句讲，这是一个建立一疼的顶面的约。这约无需要瓦靠律法，是通过疼来表达出来。这就是人甲上帝中间用疼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约所流的约是为做人流出，并且要来赦免咱的罪。毋若是以色列百姓，是涵盖世间所有人类，这就是整个圣礼典真要紧的含义。通过新的约，要帮助咱会当用疼做基础
来甲人甲上帝建立无伙伴。第三方面要讲起，圣餐真要紧，就设立新约的主耶稣，要是永远的永恒中间来邀请咱所有来履行这约的所有愿意来甲伊立约的人。马可福音书14章25节，耶稣讲起：我实在甲你讲起，我无过啉这葡萄汁，直到我是上帝国啉新的日子。耶稣设立圣餐最后所讲的这段话，是伊常常甲在伊的传道生涯中间所表现出的两项代志。第一，耶稣肯定知影伊一定需要通过死亡。第二，就是上帝的国度也要降临至地上，也是讲耶稣肯定知影世界一定会临到伊的身上，总是荣耀也属于伊。所以用同一个道理来讲，主耶稣深深知影上帝的疼，总是伊会当体会咱人的罪恶，总是最后疼一定会当赢过所有的罪。爱能够涵盖一切罪。无论马可福音书14章1到5节，也是讲是启示录19章第9节，耶稣拢真清楚甲咱讲起，讲有一日伊要伫天顶摆设一个宴席，叫做羊羔的婚宴。天使欢呼，老约翰就是启示录作者讲起，讲你着写伊。既若受调来赴羊羔的宴席婚宴的时，有福气啦。佮对我讲，这是上帝真实的话，这是上帝真实的话。迄是所有甲耶稣所有约的人，拢要赴这宴席。上奇妙的是讲，赴宴席是羊羔是羊羔的某。这是上帝所用所用的形容的笔法，通过婚姻要讲起咱甲即群甲上帝立约人，是一款夫妻的关系。咱甲上帝哪亲像夫妻一般即款的亲密，通过主耶稣，咱会当甲上帝建立即款夫妻的关系。亲爱的姊妹，耶稣愿意为你为我真侪挽回者。来拯救咱遮不罪的人类。只要咱来接受耶稣成为你我的救主，通过耶稣的保护、今世约定，决定是咱永远的中间要甲上帝关系，今生一次的约定，要是永恒的中间成为上帝最亲密的受造物，就是所有的人类。耶稣伫永恒中间为所有立约的备办了真丰盛的宴席，而且咱要甲伊有一个上最亲密的关系，这一切拢是因为今日咱甲伊的约定。特别今日咱有两位无道友就要洗礼，通过这个洗礼，伊要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要成为上帝之女。所以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咱就当搁一遍通过圣餐，通过每一遍的圣餐，拢是咱所有基督徒搁一遍倒转到耶稣的约定中间，通过圣餐，互咱搁一遍来纪念主耶稣为着你我来献上伊的性命，这款的体，互咱甲上帝建立搁一遍新的关系，并且通过互咱的每一人会当存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甲主耶稣有性命的交易，并且愿意搁一遍立志献身，献咱家己真侪活祭来服侍，为咱献上性命的主耶稣，并且来效法主耶稣为门徒洗骹，彼此相疼这款疼的功课，通过圣餐，更加会当互咱连接伫上帝疼的大家庭中间，来享受彼此相疼这款的团结生活、教会生活，互咱因为彼此相疼的心，互正人来认出咱是主耶稣的门徒，互微信的亲人朋友会当来克服领受上帝的救恩。
原咱每一遍甲主相较坐道的时，领受圣餐的时，会当互咱通过经历，互咱来纪念主的疼，纪念主的搁再来，纪念咱一天拢要是天日来相甲主坐道，会当通过这圣餐，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有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会当互咱通过圣餐，互咱每一个人会搁一遍立志，愿意将家己来献做偌济来服侍主。那么咱会通过圣餐，互咱会当来学习主耶稣教示咱啊彼此洗骹、彼此相敬，来过一个真要紧用听做基础的团结生活。这四项真要紧的生活功课，会当将使咱帮助，咱三个。